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急诊的医护人力欠真多这件代志，一直伫社群媒体引起着讨论。更加有急诊的医师认为，即摆做医生的大环境是有史以来上歹的。啊，讲这个过年后有真侪医护人员来辞职，这个急诊医师愈来愈少无人。中生代拢往资源较好、薪水较悬的所在去。到底要安怎来解决掉急诊医疗的困境？卫福部今仔日继续来开会讨论。患者伫走廊照电光，完全无任何设备检查。病院走廊有碰椅，让患者会当临时休困，水也是无够。急诊的患者伤济，病院无够人，这拢是急需解决的问题。原本招收应该1年都要收100位急诊专科医师，这样这2年大概都就在60-70位左右而已。也有急诊医学科的主任认为，职业的环境都无遮歹过，而且病院内的急诊医师拢已经超过50岁，过来就是39岁的医，敢若2个医师比较细汉，要搁一个已经转诊诊所兼做急诊，医生出现断层。便若听到有急诊的医师无要做啊，伊就真烦恼讲，未来家己若当着急症的时阵，敢也有急诊的医护斗相共发展。资深的大部分都还在啊，因为也看透了。那之前的他本来就希望多磨练才会进来。中生代因为他是脚力最好的时候，就是用脚投票的啊，哪里的是那个福利还是比较好，他就会往哪里跑啊。目前的现况是这样，可是每年都差不多啦。洪社讲，高雄有患者为着要找到后备房，一路找来到婚礼的到落，才找到床位开刀。严过手术后的中风食脉，引发着败血症休克。虽然讲卫生局赔回讲无接到相关的转介需求，严过第一线人员嘛确实碰到接派转诊的状况。今年特别严重，是因为供应的部分，护理师严重不足。那要解决的方法就是就医的分级医疗、住院的分级医疗要彻底落实。卫福部今日继续开会讨论，行政院也出声，讲到卫福部表示会继续协助病院进行人力甲病床调整，甲转诊分流的机制。对外说明政府运用含奖币的方案，迈将小偷急诊病患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病院做参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